大王妃悼念寫現有大河，政治當中發表通詞，其霆鋒司空與大清故友300-8次號啊！大家去地下呢個事件開歸類，火花而至啊！好多時候一個家族開興衰事咧，全部都係冥冥之中開，一念之間成子必須一理流轉。天道從來都唔會放過任何嘢嘅人。開今日我就同大家講頭一個糾纏咗幾十幾年開家族為主，大家是神下，當個家族走到次元交替開始至路口，往往會發生一啲只有事主型同埋壽命緊嘅事情。你聽好啦，古一死一場好數目啟爭嚟就嘅，嗰是一位89歲啟老爺生前風流倜儻，而早已經地頭晒屍體炎涼，葬禮個野草早天都為光，就開始落雨天色陰沉沉，間真是好似某種壓抑咗好耐啟就準備要現身間人。定同右邊係間企晚指示人見到連一支針跌落地下都聽得見，但是偏偏上呢個間莊嚴啟家數時，為上面最前排居然擺做一個新潮開名牌上面，印住2個字死嘅，根本從來未有過呢。聖達文但是又同呢個家族就產咗10幾年啟人，就上呢嗰時候有一把身後事情嚟監皮又出靈堂嗰度老爺個大孫幾係平時好受操生。嗰個後生仔指頭走上前爭到個塊名牌，又爭睇到令咗企嚟，隨指手指捉嗰個位對，好似血老豆後生國陣。間時期間，王族自己啟傾生老豆大聲喝出嚟，地平咩被佢咗呢？各位全場幾個都抽一口兩期咗老豆，個個覺得面目無光，塊面由鐵傾變成18手被地青筋都鋪晒出嚟，處刑前畢竟一步壓低。發生警告佢，今日世你嗌一啟狀，地戶好死都丟人先言。講完之後，取住請你接受言見，就有一巴掌怪攞嚟嘅清新在塊面度。各位機翻跟住落嚟發生啟義務，地明開花就去冥壁咩照天道收，將嗰一次住上班空契手臂，另一隻手時間咗做作係嘅女人，齊爺個被草邊啲人話是好文妻夫，但係又上老爺病床。前面斗壇與端水摸身手玩一玩又一玩，啟前新寶柱穿過人群，聽到嗰嘅男人身後手指扣住脆啟手腕無望做，佢只希望咗自己啟真好平靜，間講咗一住阿仔護子的啟後生仔無鬆手，隨意自意住間宣教呢各人戶批錯上到，係對阿爺最大啟戶尊重，是對阿媽最大啟戶老處當場將嗰塊名牌派升派落爭睇到嗰座上。第二排靠通道為大做定可，便無啟女人手指時期間，連住手大條精數連字稿都擺晒。最後取為有起齊身4時聲講咗一句和之啦，然後轉身沿住條通道一步成操靈堂消失。想問為地與水，若邊大家去神下呢？地真係一個絲路仔上稻花皮奇咩？根本就胡舌講住胡好聽啟啦，個是家族次數上冥冥之中啟自我好位。電嘅嗰個女人用胡道呢新聞，認為佢根本承受胡錢嚟嘅家族間身後啟嘢，睇地不批為就肯定有在於。嗰啲都係老爺想臨走之前，亦早就地投晒啟天之老爺走之前，個肺炎拖咗2個月，最後成個人壽鬥得翻朋告。不過處個扭住好清醒，隨之自己想叻嘅是生啟事件好多啦，佢更加支持自己啟至4咩名果，佢趁做自己仲傾興。就個管家哥你將所有人揀4處病房時留低呢？個大孫處將一件掛上床頭邊個到胡間癲啟就如此交，被個孫個快適可做反體自啟，住脾氣家住創作3大啟保密規矩，提傳俾大孫胡傳俾事仔。既然呢快與皮就掛咗上大孫條徑度，各位老友字呢啲上風水命理右邊叫做咪呢啲叫做掙扎聖戶，叫做奇緣轉交老爺嚟。就4江情嘅家族啟地妻，形生生近26個孫啟面盤到處睇傾嘈啦。佢自己啟隻命翻桃花嘅沙，好容易喺感情啟面陣如邊，轉頭轉上根本就鎮唔住家族未來啟風水。如果有第一個仔啟聖子，佢幾好呢個家族啟妻緣，遲早都可以散晒。所以佢上病床上面當住更多人面前留低一句，定人被指花兩啟行話，佢話我走咗之後爭力啟事。啲戶好差手，你係乖乖地企上，而家企啟位置度戶好比嗰低，副應該你啟人坐上戶應該坐啟地方，個一個老爺將車頭上就掛上，
靈堂正中間嘴角帶咗一啲似笑非笑嘅表情，隨後使用件最後嘅身勢，地做下邊呢床必定發生啟應過地做，除個腳由頭到尾都混糊到自己為啟在呢，而且啟發聲表面，地落四偶然其實適應果輪去入邊，就仲啲啟種子，竟然呢長靈堂上面啟衝突，不過是一 A 咗時機之年啟家族，夜嚟上天到大圓洲提啟。一個切切地地間爆發晒出嚟，各位街坊你去地下呢個時間係歸類，亦嘅人呢是引啟福報同埋技術，往往都寫晒想住啟星辰八字同流年大運要邊個搶，爭你上面爆發佢衝突，絕對胡食一招亦是啟，一切都要由各個男人命中犯煞，啟第二大野性。自細我點明你，三必正成長啟桃花源者沙強啟。大家是神下當烏企契老豆仲並上闖名園，而是契時候作為一個慶生仔，佢應該此時邊度過一年，老爺上醫院將病床到捅到滿頭大汗，有一晚半夜更加是可，就好似嚟差低咗個武道館，個個齊上邊度嚟，退上千里之外啟大城市度陪住嗰個佢州師母想啟女人過生日，店做安靜林晚啟那早是做晚餐，當管家打咗好幾個電話。知道時契時候出中途出咗事受見，提打翻通電話話聽曹就飛翻嚟，然後佢翻到餐台前邊主企叫碑咩都冇講，就好似呢個家族啟車完又慌，根本同佢一啲關係都冇根因。等到第二日曹走處趕到醫院條走廊，撞見有咗陳婉燕穿起晒樹，山靈督就晒啟前車佢問老豆點樣前車好平靜講話，被佢之情還差啲個胡鬥。徐雲典嘅武打比佢前期往左處醫院嗰種眼神裏邊連憤怒都冇啦，突翻呢種身身已經四個人西啟死亡。徐話我打咗你冇聽徐雲借求話聽，胡鬥前妻死蛋蛋間，為咗住冇所謂啦，地聽到都去雲借求契，個個逼佢平時首先要邊契，女人由頭到尾都冇想留喺煎病房要邊出先煎過一次，隨氣拖人送過一個果籃擺上護士針。最後因為擺得太厲，胡人簽收啟被姑娘拎走，在老爺清醒啟時候，胡人佔暈咗住，嗰個女人又冇理過前次話，胡老爺閉埋眼攤咗口詞話好，胡你最好你做我都胡見，地同佢講護士嚟啦。各位老友記呢啲就叫做天際老爺與人無數，佢對人真是太厲啦。隨熱走就地穿晒呢個女人命中帶你啟氣場，笨就曾在胡企笨家。地大之理六呢啟口中文風呢啲上船樹上面就照咗多部批位，家人將兩個命理互可磁場相沖啟人bằng買起就思想到破壞整家仔啟，並同風水嗰制新鮮一層，桃花沙蒙蔽咗身自運互鬥，自己應該設啟位置，但就送低咗家民不勝啟第二大因果啦。我跌在你地下第二大爺意，大家聽好啦，世間萬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咩？叫做因得了轉生五行山可以變土生根，唯有後的先至企在湖上嗰段艱難挨啟兩個月裏邊，真正守上病床前邊啟，隨邊個護士個個清醒在，更加護喺外邊嗰個女人，是嗰個呢座可能被出邊啲人話是好文似乎，仲有帶做三個細路啟前申報佢，第二湊走柳點班準時食起身，做完早餐被啲事老師送去地番薯。然後揸車自出醫院老爺啟單語氣，處到啟床單正施作，細除靈間正啟毛巾，電上下邊老爺同道又玩間熒光光定天光，除走坐上床邊先批做到爆節俾徐聽同徐講提路戰而又做咗啲咩大家是醒晒，踢啲護氣咗俾壞人哋啟，第四打時間響度收緊自己啟因地啊，又要還半夜老爺忽然間痛。成咗滿頭大汗，隨另做條亂，冇跟幫老爺摸面老爺，好人捉住隨啟手腕人紅紅，更話你俾我個仔同時地多管家前座呢啟，我睇佢係佢啲頭將塊面買成老爺啟手臂到膊頭，期間陣佢話老爺你護持我啟，地是我啲事盧啟阿爺，我照顧你是應該啟老爺搖頭，伸出另一隻手輕輕拍下隨啟頭頂話護士應該啟。齊情化那樣，嘢嘢武器個個都有。等我走咗之後，你幫我地做佢，第個人好多單細腎胡壞，地拉佢一把啦。你佢地下呢個實境係歸類，但夜嚟流轉從來都係最公平係。
日本數據經已吞羅，都喺所有位處向病床前邊，付出喺所有人同埋慈悲都上天道嗰度傳遞咗俾主打啟福報。佢種下咗幾散啟因而後天道收長，大完交替啟時候，自然去耕耘嘅家族啟起袁家備，間稱做上處啟樹米身上，各位老友姜玩，桃花嘅沙同埋人哋流轉，我哋就係嚟新確間剖析晒那個家族名。攤裏邊前層地最生意都是最痛快，第三大嘢先古有印象，大家是剩下一個家族。如果連古有自傾自建啟鐵廠都夠互信家仔啟風水，有點佢嚟穩陣呢？你佢地下呢個時間啟規律，好多時候樹賣裏邊錢落啟在真死別話變錢人錢，硬係一擺擺上嗰份真正傳承啟以做公布咗之後再先扯可啟護師嗰個嘢好似都連舞蹈啟難人。這社區嘅親生死美國嘅想大家做要變打開千金小姐，直接將駕車揸到處事中心，當做山市之間傳媒面前無線單色燃紅紅間，開咗一場記者會，佢上鏡頭前面全身花陣，連把聲都真正去化。我老豆偏左聲佢哋時人都偏聲佢化，我和氣度機我個陣撚咗打分，作仔細上揾下我老豆，佢在新啟時候電幾年而舉對我做到好近同我夾。佢甚至對隻鏡頭住王間之運，阿爸你遷咗和啟，啲點佢試咗都仲係見住話，各位呢，仲古有自稱自建啟源企喺名利上邊係最順後家族夫妻同埋人哋啟啊呢古源企喺源頭，追溯翻佢好多年前啟嘅演奏嗰陣時，個四味仲是冇上遠道，為正義之流浪魔個阿哥將自貓揀走咗四味，肯做間抱要烏阿哥。仲想後邊好烏係間打招躲字魔仔馬老爺，當時二話不說衝出嚟掛咗個仔，第八號打聲間路嗰個死，啲起尾老爺冇啲幫個女模演嚟言情以後買時紙俾出，只不過後嚟老爺唔記得買個女友戶字的地，但係個一巴掌同埋個字消失咗契，流浪貓就變成咗一道永遠行向古有之間啟裂痕。自竇老爺走咗之後，個女先自上以湖裏邊發現一封依自竇某字處啟成封城裏邊，提續個字貓後來被人抱走咗，認為覺得字貓上人哋嗰度更加開心，所以冇有翻嚟老爺想善要邊講咗隊伍做教廚戶，好在定個字貓啦，真是應公哥，豬隊伍就知道咗做中意事人，睇佢地下呢個家族啟難人，佢哋身上都有一個致命啟風水缺陷嘅。個舊事陣年太重，連自己啟辦位都冇買，就想嗰個羅整與啟辦嘢嗰個懶人化作個夢老爺上個夢要邊座上做，佢聽過張孔冇定心邊就做擺設裝手度，停足半卑威食嘅耳語道破作個仔呢，是人啟天機處望住了戰言嚟個仔冷冰冰講話，你對胡主啟胡氣鑊，你對胡做啟，是你嘅自死你堅持是所有幫。地定咗，原本應該由你定啟是傾啟人老爺，最後地啲咗以住只自由穿頭離啟說話，地呢是人最失敗啟地方胡死，地胡取到嗰個女人啊事，而從來都唔知自己應該企上邊度。我話你知啊，呢主話真係好重，睇到好頭車上已經掛上右邊間為天為父為烏切啟定兩做，如果男主人運唔到截止啟位置，間為出事呢？家啟磁場就會徹徹底底間散晒，處錯就錯上應該有處定企啟仔人，脫見咗逃避應該有處斬斷啟爛桃花，佢偏偏就有得啲桃花反是自家啟敏味。大家可以想下靈堂上面幾無個10歲出頭啟打算，電嘅有好事而頭鳥包暴啟，小事之間其粗理，幫阿媽幫阿爺去承受過嗰種至端啟衝突嚟。仲呢個月傍運，前車連住個保運大利鬥嗰個男人啟做醋，幫儲備好紅燒排骨清籌實，才統一包陳日迎啟攞可勁攤嗰個男人，就捉佢運上靈堂都電嘅，又叫個仔鬆手，嗰緊女人正在一陣講出嚟，個豬話指頭是字字如說，佢話因為嗰個係我個仔，落戶佢亦比人哋地道，處同處攞豆上靈堂度動手，地係處攞豆隨電痕，你豆四因為。睇你以後戶好擠高，佢幫你定個地戶，應該有佢定啟示啦。但地就係天道規律，就俾做下啟嘢仗。如果冇指示佢話者，最後全部都係話啊。做沙車落落自孫啟命盤到嗰者，必做自己睇走搭個數起走身而切出對抗。
為繼續犧牲到幫老豆承受經過啲破壞其風水因果，做過呢個男人就係整歲在乎翻到自己應該赤其崗位上邊呢啲連綿不斷啟固有，漸將遲早可以將陳嘅家族開始穩徹徹地。間吞時勢各位老友記名理樹上面有一句話叫做大圓礁替天道收則，去地下呢個世節啟歸類，當日嘅人啟自美暴空，淨咗家族啟風水啟數，天道絕對唔會袖手旁觀，除非用每一種之知覺絕啟方式加營幫你解完，葬你完咗之後，啟地今日天道收葬啟時刻，終於嚟到啦。上晝冇啟客廳度過，為跟咗老爺30幾年啟老律師打開咗個喜事文件，大公布咗老爺啟祖，大家是神下嘅上娛樂村風光咗辦事人啟男人，佢老豆可以留地幾多家產被佢幾個月處理，全場見到時間讓家族承托資金，又是歸打算30歸22算成翻落嚟嗰時，先至有個個男人同埋佢啟親生市民評分，當場係咪就崩潰啦？自運電嘅是流湖被取，個個打算喺上門框度好平靜間講出野生前啟招大話嗰啲錢戶係被佢啟，睇比以後佢哋讀書扶上依靠人哋嗰陣用啟，其為咗每部估計4個個陣被虧欠啟，除此之外樓裏仲單獨交咗一封信，被打算信封上面用鋼筆寫跟住2個字胡宣，各位呢第四老爺好到咩？絕對胡係呢個係已經風水右邊最高名啟。就叫做破財擋災，個大傳承老爺太清楚，記者喺美國啦，儲積國際新鮮，桃花沙江前流被佢最後只係為滋養咗個斷戶應該有啟利源，所以老爺自己抽光嗰家地將所有啟夫妻同埋妻妻全部押上，能夠趁在家族應得啟孫輩身上。打算後來將封信擺落老豆張書睇到講咗一句，自查生佢間啟說話，除下老豆阿爺胡錢嚟啟。除將錢呢啟已經去晒俾我同事攞嚟揭我地啟你自己，係但是真正啟天嚟仲上後邊，就想某日而凌晨2點，流淚半夜打咗通電話嚟姐開咗老爺爺留地啟最後一張地牌律師同處，獎上咗烏蘇房嗰個案個入邊，仲有一份後備文書關於前次升啟第3個仔，究竟親生啟老豆是邊個啟身份？個程早曾估咗2年都估唔出親生老豆係邊個啟示路，曾經被人懷疑係互相啟又懷疑過，其外資工程師啟過1年男人，甚至親自花過生命否認自己，其係路啟老豆，不過當初半夜持久性要掃房拉開抽屜啟案果，拆開嗰個用何痴封形啟牛皮字聲封嘅陣裏邊，就擺咗一份擺字喺自啟遮陰報告軟件。就係論清清楚楚佢救世呢個係路啟親生老豆，大家去神下聽下邊有湖頭風啟牆血脈相連啟古有電，佢嚟問做天道呢？當年取典嘅有否認律師上電話語邊而語道破咗天機，因為嗰個時候嗰個劉相打情是啟女人同處講咗一句說話，但如果引咗我哋就完啦，就係為咗呢一個取嚟過波刀啟說話，為咗保住呢斷所謂啟感情佢硬生生間扯斷咗自己啟親生故友，搞到嗰個無辜啟示老6年都冇叫過一聲老豆，你嗰世紀間身仲可以葬聽風裏邊仲有老爺留啲啟一封手，寫成老爺想神入邊寫咗而選擇沉默開時候，係有人幫你頂晒所有嘢，提前前次一句話，你前個4路醫生仔佢想升啟手頂護刀啦，但係我剛正住樓地上呢到各位呢對住嗰座天道，就將精準有限度老爺用呢風風巡上安角入邊啟身，將呢吉美斯咗10字之年啟在應新生間俾到去船入邊，地戶係肯俾咩你護士運護到自己啟為止咩？家天道將鐵證要生啟血脈，經過自己正上嚟開面度，的就係打溫交替啟陣同家仔啟。體運就上呢，二次嗰寶寶啟子三變成嚟咗徹徹底底分棚啟轉折。我話你知，當你真正的動作，天道就會明白呢個道理化解，也爭係唯一方法，從來都無視逃避，而是直面一個人一旦始咗斬斷人緣，回歸正道啟年頭連家天，都係讓條路比處成國嘅演奏。假男人終於成操咗種，สู่家族齊元啟第一步，隨連逐國嘅莊族機，報告啟鳥皮直成分，將上座前次烏齊啟打文。
徐江個性封低被前妻提完之後面生起表情又如何變成沉默處好平靜感化俾處之自己，而一直都知老爺一直都知只是老爺叫，徐胡好講有等力嘅男人自己神傾隨前妻話，地建築個女人個各個細你開始，但是呢嗰時路咁我情互更理性，大家是神下呢句話之間行直接將血脈開循環賺得一乾二淨，但是呢一個男人開心終於成啦。佢偶化可自自然紅紅，間求咗一句和前咗，地被我見下除啦，取一步一步成生樓梯，推開過神班開啟訪問，見到個個俾處撐咗6年否認，咗6年開喺路震咗上帝頻道，此景之難拜世啟嘅無傳思路睇齊頭，往做佢胡正也只是混在住，即係相遇邊個嗰人係咪啊？男人某啲新疆視線同喺路拉平佢話。多四佢伸出手幫示路，持口捉個自傳示路，退後2步彎足佢雲。多聽日佢胡企佢跌嗰度食飯啊！阿哥話你波契生孤元吞好好事，各位就向四路開身，講出呢句話啟瞬間呢個男人命盤要變出施作獅子之年，啟講為終於開始歸位啦。第二日草找佢左作一件，令所有人都孤湖到開始，地上風水位嚟，身邊叫做山政府就重住地契。推自己推咗律師樓，簽咗一份文件，將自己名下所有啟資產全部追預咗。老爺設立啟家做承托資金度，受益人是佢啟事嘅6千萬字，佢花咗條程式比打算攞到錢啟攞到自己係，跟做佢有間承托資金之外，神羅利啟所有資產全部轉晒俾佢個親生四妹。退休班已經過咗新啟老而還清，當年前落個女個追。對護住你佢地下呢個事件係歸類錢財起身維護，但係如果用現咗地方，就可以或者天大啟原題，當古有之間啟原設散咗家寨啟風水自然就穩陣啦。齊齊地地咁斷嗰層桃花嘅沙啟石一塊精動作，全程啟廣告牌一個禮拜之後，街頭一塊自嗰3個月啟廣告牌，上邊換上咗一張深藍色地白色斜體字啟喺布上邊。清清楚楚間認咗6個名，其中一個就係嗰個是盧凱明，不過佢個姓已經由跟阿媽姓變翻跟阿爸姓啦。喺報身邊寫中你啲，又啟打硬上老豆咧，都全程都癲晒所有人，終於低頭，特快收買咗佢拼圖俾人派用作品家樹咧，佢最後一塊位置同一時間上外地啟一間酒店裏邊嗰個當年被做處俾相應啟女人享受嘅道地鬥作。就單身換去坐上落地玻璃窗前邊，望住窗外，啟一正終於明白咗一件事。當年處之爺為是間講出個豬，係要個人左我爹就換啦。根本胡世一句警告，就係天道嘅處把口落啟到因果判主，處判咗個男人胡人個仔判做前妻要胡豆家文，最後反噬啟，偏偏四處之子處上對畫框度打低咗，多錯啦3個自然定間地咗好耐。最終都4字1字，間山走咗佢是有低文，而但宣埋就誤會就因為住我錯啦。重新鄧開處花咗最後一條繩絲被前妻俾佢，好好跟大家啦，我互打有啦。前次是喺咗一個自豪生意之後，有人上資產營鬥處推做行李箱啟備型，徐江用咗世紀紀念啟電話卡奧陳兩邊掉入咗垃圾桶，各位講到呢讀。廠層有座情嘅家族史字紀念啟桃花沙斜斜地地間破主推上外邊啟夜園，當晒裏邊啟血脈通晒，當一個男人無齋向外邊去攀求過，啲書湖飄渺啟情緣，就係轉個身暈暈陣陣，間接做自己啟血脈，同埋就人個情格家做啟凄慘，就好似波開圓舞見青天，間終於迎來咗真正啟緣，望各位老友嘅地對面前面天道收藏啟。行到我哋就係你地下呢個事件最令人感動啟一面，自是散夜同買次俾面你風水路邊有象人，就最怕冷清，就係聲音閒言其中，就係山齊敗家間要點樣住齊咧，靠啟就係人生地利嘅一點點微光靠啟，替古老同胞上精利還技術之後，啟見那同埋包容一啲，就叫做讓啟為一仗消散啦。大家是神下當呢個曾經散晒啟家族終於放啲所有啟房被同埋紀念嗰個會，寫一幅點樣啟畫面嚟，個晚上租屋啟翻睇，到樓度幫助嗰條圍全碰上咗一包澳咗情嘅演奏啟戰湯，
仲有演員做好開箱高遠吞嗰個演員人造居中開始仔，在上兩個阿哥中之面前開遠吞出近白煙，是到一半呢，個7、8歲開細路忽然間開聲啦。除話建議學校有人問，就我老豆喺邊個我話，我估知佢低頭有咗一啖圓吞罩咗口內，吞攞到然後要補咗一句，大家知道啦，我話你自個一個全場有致敬啊。老豆揸住筷子自首，自己停咗上半空度，連前妻都冇出聲，但是就像呢個是一般麒麟頸肉邊，山野佢種植花芽啦。大孫醫生胡粗摸摸間，將話呢邊追打過嚟圓吞架出細路個環道，逐個王作而言都冇出聲，將自己環裏邊唯一一嚟殺人，都加美過佢前妻仔細不動聲色，但伸手將細路灣邊一塊已經攤凍咗塊排骨。不記走晚上一塊熱辣辣開鮮排骨，你去地下那個事件開歸類，真正開話這業障從來都無需有滅盡天動地開意思，去做收買上呢啲熱辣辣開意思裏邊，冇盲語冇排斥第二個用自己玩裏邊，開嘢時間拿咗那個缺失咗6年開始佬，的確係用之前期生意一點一滴，間填平咗家族名朋友邊個嗰住大開大龍。我哋真係嚟地下嗰個曾經逃避責任開男人，睇點樣用行動去承受佢中落開應該開有意義。正為細仔開一片作雲曝光裏邊起做，做老豆正義是好好為。副許少門口一瞬間就塞滿咗30幾個記者長槍短炮，前次駕車根本就抓無語區，切佢打通電話俾佢講咗幾個字，抵過嚟嘅我就糊到出15分鐘之後呢，個男人出現啦。除冇戴氣秋衣都冇戴口罩就做見，就為一字頭春果個別包括人權成員，除校門嗰度等住全程自制喺面前，除冇低身穩穩陣陣，間接就計個招租佢跑，賣力係爛在，斜路難道佢條徑是一時下巴，高上取處個膊頭趴上處入邊溫咗住，好清係說話，各位呢，珠華護士叫老豆喺度胡四雲，地電者嚟作係是一句令人心碎開。睇見還仲就胡就啊！但人將係老上生就抱咗一下，等自己抱得穩啲，然後好堅定間打咗3個字胡就啦呢，一聲胡走啦。上風水面你三邊就是幫襯個家族定落咗指定喺神針，最終於夠膽將自己開船埋，暴露喺陽光下邊佢，終於用一個老豆啟伎亮燈做咗壞者所有開放語，啲就叫做3夜幾3個，當一個男人揾翻自己啟。官位呢嘅家住啟陽，齊就斜地間住每一次啦。曹李係在新啟人之間，啟慈碑仲有對走咗啟人啟示位。後李處地一家人想早市聖誕大餐翻睇，上面喺佢多了一副橫規嗰個是劉備，已經過咗新啟老爺啟空位。前妻去默默間裝好一雲湯，擺響嘅爭節定啟正前方。就算人已經就咗呢單正湯，都永遠係劉備佢中有一個老鼠。天呢座城市已經好多年冇攞過樹啦，師仔跑到門外邊用壽仙機做一塊樹花底捉佢化成水。佢話我上邊阿爺底鹽我揸做咗，除但氣化咗老豆起上，文礦邊地做呢而冇將咗住化咗到4里契，然後轉身翻出廚房，將包裏邊正落契鳥腩湯裝齊而往辦事窗睇到攤動大家，去地下天道4字間慈悲當年老爺大做而行走咗。但是今日家族裏邊啟每一個人都想盜用自己啟方式，去償還嗰啲虧錢，去修補嗰啲裂痕，揸嘅時間所有啟外同買痕，最終都想呢第一嗱嗱啟煙河喺裏邊打成咗學嘅。各位老友故事講到最後，我跌轉個頭嚟地下呢，嗰度都轉咗10幾年啟家做名盤究竟了啲咗每天到此是比我哋呢？大家是神殺日嘅家，最後啟風水到底是地咩？父氣，你做勁自大大之後就亦都胡死。你名下有自多個承托之間，最好啟風水，往往就收買上嗰啲最無自然啟師自要邊，上嗰個仍然從海源猛啟，扶切到市仔個廠頭，永遠都擺住一架冷石啟環住車仔，提還瞓住之前呢，個7、8歲啟師路都會好認真，間將揸車即啟車頭擺，正穩穩陣陣間上做訪問啟方向。由於人難人第一件處想到刷也就水球溫做而注電者有間樣擺，睇老陳口都細泡閒閒好好間花間樣，睇要問嗰陣第一演就企第度廚歌，各位就係單樣一句童言無字啟說話。
令嗰個男人徹徹底底嘅幹破晒房。隨後來每次形容嗰三文，都係下意識咁往而言嗰個方向，嗰架環住車載，永遠都四車頭向最門口，就好似一盞無線通電都去做啟燈咁樣。但人終於恍然大悟，佢上接受訪問嗰陣俾人問到啫，係啲咩佢冇話是這人或者避風港。佢話家四有人等你翻去時翻嚟到門口嗰陣，護士超問，因為你知道文護生後來又訪問上留言，處而遇到破壞處以前從來互相問，係因為佢接護人去翻嚟，大家佢互相問係因為隨之有人去翻嚟呢，啲就叫做風水右邊係住其連齊，但嗰先至係真正契灣。戰歸中國架車頭上問契車仔，就好似呢個家族從很出陣演間樣。退上到戶身間算究竟呢？天文裏邊啟因為已經錯斜地間山上車衝迎天斗湊成呢佢地下呢個時間啟規律。好多時候我哋普通人係喺上外邊苦苦間求神拜火求財求運，偏偏就唔記得轉個頭去妄言自己國家。其實話這一生災難佢未馬，就總聯想你自己啟手呢邊，大家要自做。如果你是烏持啟定兩做千萬，要守好你啟間為人稱自己啟責人符號，必為邊個啲爛桃花沙齊衝破你家仔啟名堂。如果你係烏持啟，你做人情用你啟是碑同埋人人出曹其嗰份，可以令子孫後代受益無窮，啟應得古有之見，少一分自就多一分包容，正為天道收整。啟時候從來都無愧地賺咗幾多錢退氣地，你有無受地做即至啟品位。又模糊地逐個成班屋企人遮風擋雨啟文，特嘅家族呢曾跨越兩代人經歷幾十幾年啟風水打住經驗，多咗同大家全部冇講頭晒啦。然果不虛就嚟流轉，希望各位都可以守得住自己護持離邊，國家亂射七仔嗰度永遠都繼續，等你啟人永遠都上道。